成日有人問，如果想擁有一個可以同時出入香港、澳門同內地嘅三地牌，要點樣申請呢？其實唔係直接申請，而係要用一個組合方法。今日就等我哋同大家一一拆解。第一步，香港註冊公司入股內地高新企業。首先，你喺香港註冊一間公司，再用呢間公司入股一間內地嘅高新技術企業，再用嗰間高新企業嘅指標去申請港珠澳大橋嘅兩地牌。咁樣你就可以揸車自由出入香港同內地。按目前市場價計算，港珠澳大橋嘅兩地牌市價大約人民幣48,000至68,000蚊。第二步，你要再註冊一間澳門公司，並且成為董事，註冊費大約人民幣1萬蚊。第三步，抽澳門私家車往來港澳常規配額，即係揸車自由出入澳門同香港嘅名額，每年大約有2至3次抽籤機會。通常5、6月會有一轉，如果抽中，你就可以獲得3年有效期，自由揸車出入澳門。第四步，收邀請信，再加簽深圳灣口岸，因為你同時係香港公司同澳門公司嘅董事，有關部門就會寄一封邀請信俾你，你憑住封信就可以去內地公安廳申請加簽深圳灣口岸㗎啦。成功後，你唔單止可以行港珠澳大橋，仲可以行深圳灣口岸，真正實現三地通行。如果想慳時間，我哋亦有提供代辦加簽服務，費用大約人民幣48,000蚊，咁樣你就可以花最少嘅精力，輕鬆擁有三地牌啦。需要注意嘅係，申請人一定要係香港永久居民，而且成功申請嘅3年之後，無論係常規配額定係深圳灣加簽，都係要重新抽籤㗎。總結嚟講，步驟係你需要香港公司、內地高新企業去辦理港珠澳大橋牌，利用澳門公司去抽澳門配額，收到邀請信去加簽深圳灣口岸，你就得到一個三地牌啦。有任何問題歡迎 inbox 或者留言話俾我哋知，記得 like 同 follow 就唔會錯過中港牌實用資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